喂，比克，諗緊乜嘢啊？尋晚諗咗成晚，諗極都諗唔明。2晚豪華酒店，2晚豐富嘅自助晚餐，包坐船去私人沙灘，團費先498。咁撳個鏡頭睇睇啦。第一晚我哋入住喺國際品牌華美達酒店，最重要嘅係我哋保證入住高樓層超500尺、180度嘅海景露台房。廁所乾濕分離，酒店配套設施非常之完善，有桌球、健身房，仲特別安排麻雀免費打。酒店2樓就係沐足，我哋仲特別安排古法泡腳免費體驗20分鐘。晏晝會帶大家坐船去到酒店專屬沙灘雙魚島，喺度影相非常之出片。自助餐大家食得多啦，現開嘅三文魚大家試過未呢？當然仲有新鮮嘅倉魚、秋刀魚、煎扒、羊肉串，熟食、糕點、啤酒飲品一應俱全。第2晚我哋入住喺惠州博羅嘅5礦哈斯塔特君臨度假酒店，呢度係一個1:1複合咗奧地利同名小鎮嘅歐式風情，被稱為惠州小奧地利。喺呢度非常適合影相打卡，感受童話般嘅異國風情。成個小鎮以奧地利哈爾斯塔特為藍本，三面環山，擁有好靚嘅湖光山色、尖頂木屋、彩色洋房、教堂、鐘樓等建築。我哋仲重本包埋旺角演藝秀，仲可以挑戰哈斯塔特湖嘅玻璃橋。君臨度假酒店位於小鎮入面，房間溫馨舒適，廁所乾濕分離，仲保證入住湖景房。當然，夜晚一樣都係豐富嘅海鮮自助晚餐，各類嘅海鮮刺身、煎扒、熟食、糕點、燒鵝、燒肉、叉燒、啤酒飲品一應俱全。嚟到博羅呢10道迎賓宴就係必不可少㗎喇，必食名菜蒸缽仔肉。行程嘅尾聲會帶大家去感受比亞迪空中無人駕駛嘅觀光雲巴。如果坐喺車尾，可以感受到180度全景大艙嘅視野，簡直同揸過山車一樣刺激啊！由中國大陸揀大美中國。